美国关税政策会当讲是冲击全球的经济，真侪公司拢传出裁员的消息。亲像日本的日产汽车，因了钱是了一个真正力，按算要裁2万人。那英国精品的品牌 Burberry 裁1/5的人，差不多是1700个人。那美国的科技公司微软嘛要裁6000人。不过微软是讲，因为发展 AI， 所以组织要调整，甲财务并无关系。渐渐甲放大整并破局，陷入经营危机的日产，拜二公布2024年财报，净亏损6708亿日票，差不多大票1400亿。为了生存，日产宣布扩大裁员规模，未来3年内要缩减2万人，差不多占全球员工的15%。同时，关7间工厂，年产能嘛为去年的350万台大幅度下减到250万台。除了内部经营不善，日产嘛坦白讲，川普的关税政策会让目前的困境更较凄惨。目前估计债务冲击达到4500亿日票，今年第二季恐惊也是出现2000亿日票的营运亏损。 We have a mountain to climb from the losses we are announcing today. As our path forward, the Nissan Recovery Plan is an action-based, grounded in reality and driven plan by determined actions. 那汽车业面临寒冬，车体品市场今年嘛有较差。英国品牌 Burberry 上新的财报虽然比预测有较好，不过去年营收年减17%，包括亚太甲美洲市场的销售拢有较衰退。Burberry 因为安尼宣布，要在2027年前裁员1700人，差不多占全球员工总数的20%。在降低成本的同时，这间公司也要改变市场的策略，会重新注重经典的防疫加卫生产品。另外一方面，最近投入真侪资金建设 AI 资料中心的微软，也传出全球要裁员6000人。不过微软是讲，裁员主要是要进行组织调整，减少中介管理层级，以节省人力成本，甲绩效无关系。虽上微软演过连续4季收益拢超出华尔街预测，估计伫财报增强的加持，挖进历史的观点。不过也是决定因应企业发展缩减人力。根据到去年6月的数据，微软伫全球拢总有22.8万的员工，其中5%拢伫美国。公司新闻张惠敏编译。